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玉天。喺今日嘅節目當中，Rita 愛同大家講下經驗了文學嘅世界。當然，你會關注講，你後生文學獎有哪啲得獎嘅作品啊？今年拿到了係去年嘅得獎作品嗬。咁當然，今年嘅比賽係講去參加啲實習咯嗬。但係2019叫後生文學獎，名按到轉來轉，哇！聽到呢名係咩？親友咧，想要轉到家鄉，轉到自家文化嘅感覺呢。今日嘅節目當中，你邀請到係短篇小說嘅得主有兩位，一位係得到第一名大頭名首獎，還有一個係得到佳作嘅。你實際來分享幾多？首先來分享短篇小說得到首獎嘅蔡奕清，分享奕清。大家好，我是蔡奕成，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分享你以下呢一群漢係讀台大嘅研究所學生哦，接下來了解得到短篇小說佳作嘅，你來分享賴光明，分享光明。大家好，我係賴光明，非常謝謝有這個機會來到福氣來了，分享我的小說。哇，分享一位係第一讀研究所嘅學生，一個係教青島學生咧得獎嘅先生，也一個係先生嘅哦，對。然後一個有得獎嘅，國小嘅小朋友講老師你喊我喲，係啊嗬，其實你講咧後生文學獎本青島人有機會，有客家子弟來參加，因為唔係客家人，唔過佢。好客家，希望透過創作做得經驗客家嘅世界。現在強調，奕清，你不是客家人啊？對，就是我自己本人是閩南人這樣子。哦，對。但這一次怎麼會有這樣的契機，想要來參加亞嘅後生文學獎？最主要是因為我之前在做龍應宗的研究，這樣就是做他的報告這樣。然後那時候讀完龍應宗的整個全部的作品之後，就覺得說。其中就是有很多可以琢磨的點，然後甚至是就是覺得說龍應宗他身為一個客家人，在日治時代的時候，那個時候所受到的各種文化的歧視上面，就是看了讓人家蠻心酸的。所以後來我就決定要寫這篇小說，然後後來想一想，就是覺得說，把它投到後生文學獎，這個屬於客家人的獎，就是可能是它比較好的歸處，這樣，對。談了一段感同哦，就是說這個梳理脈絡，講到龍應宗哈，好像讓他的這個轉化他的分身經驗客家，再次被看到被重視。對，也恭喜你得到首獎。謝謝。哇，條件都好哈，所以了解因為安用，所以來參加比賽。該講明呢，你自家係平常時就動好寫作。對，教書以外哈，用你的課餘時間來創作。對，談講一下，親手一下10萬字了。對，因為我已經先完成一個長篇的小說，對，那就是想要出版了，所以我想要先投一個文學獎，這樣子。經一下短篇嘅小說，你寫青島去親友客家人嘅東西呢？對，因為就是平常在教書的時候就有。跟小朋友相處有一些感觸，然後學校有一堂鄉土語言，其實老師教的學生不太容易理解，所以我就覺得其實要把這個文化傳承下來。所以你自己在教書，在教學生的時間，你會特別教你客家的文化去教佢哋？不是，是有一堂鄉土語言課，然後那節課在那個課語老師在教的時候，其實學生不太能夠理解。接觸的太少了，係嗎？對，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應該要流傳下來，應該是可以傳承的。給你自家去寫安尼，比如說你給學生就話一定要來讀老師的作品，係嗎？俾學生來看。對。然後記得討論人家作品。對，因為其實我暑假的時候固定會寫2篇啊，因為2個月的時間，所以我前一篇很沉重，所以我後一篇，我這一篇我其實我就是設定要給我寫作班的孩子讀的。哇，安尼夠有心呢！裡面係啲講像光明啊，佢突圍聲音啊，哈，寫作班得到非常多嘅獎，哇，獲獎如繁星一般，數不盡啊！對。哦，嗰時候我同好奇哈，2位是不同的身份，一個係喺圖書嘅學生嘅，一個係厲害係先生哈。對。咁講你的哪些啲開始講，我就決定我這一生的志業，不論我做什麼轉換什麼跑道，我就要寫作，一生一下下去。奕成，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我大概是從我高中的時候，就是在我高1的時候，其實我就還蠻熱愛
文学，然后热爱写作这样。然后所以后来我以前高一的时候原本是3类组，然后后来我高3的时候就是决定要考那个东华华文系，就是那边有米粒老师啊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决定就是毅然决然就是转到1类组，就是来读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家其实一直还蛮支持我，就是他们也不会念我说什么，就是为什么不要念3类组，不乖乖做一般的事业这样子，就是我们家人都还蛮支持我做这件事情这样。对。哇，那这一次要拜黑你第一拜投这个后生文学奖，对，第一拜就得到第1名，感想是什么？就是觉得很荣幸啊，真的是有点担当不起的感觉这样。对。不过这个你做了龙英宗的研究哈，你看他所有的作品，你研究你是做了很详细的剖析，对不对？对，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这篇小说是从那个龙英宗的断语里面再汲取其中的一个部分出来的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在看断语这篇小说的时候，这篇小说其实主要是龙英宗在描述他1930年到1934年在台湾银行在南投工作的那段时间这样。然后那个时候他其实在南投过得很不快乐，因为最主要原因是当时他被聘在台湾银行工作，但是日本人觉得说你是台湾人，你应该要会讲台湾话，应该要会讲闽南话，你才可以跟就是其他台湾的乡民就是去沟通。但是实际上就是龙英宗他是客家人，就他也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一直被他的日本上司就是一直在被刁难这样。那所以他在中途的时候，他其实有遇到一个日本女牙医，就是叫冰藤晴子这样，然后就是他们之间就是发展出了一段有点暧昧的情愫，但是最后实际上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然后所以我这篇小说其实就是想要以就是这个女牙医冰藤晴子的视角，然后重新去书写龙英宗这个人以及他们这一段之间的这个感情故事这样。对。谈起了友情都会遗憾比地白哈。对。无论是出圈呢，也是讲情感的哈，因为溪头的关系，好像有志不得生的感觉。对，就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其实龙英宗他写了非常多跟日本女生就是这种恋爱情愫的关系，但是他每一篇小说到最后结尾，他们其实都是真正没有在一起的这样。那其实，在他一开始就他的成名之作那个只有木瓜树的小镇里面的时候，其实很隐然的就有这个日本女人的身影这样。但是到后来以及到那个莲雾的庭园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跟日本女生在一起，可以跟日本女生结婚，而他最后这个主角他还是用一个就是有点怪异的理由去推脱掉了。那其实就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都大概可以明白说，就是龙英宗他作为一个被殖民者，就是台湾人作为一个被殖民者，他要跟一个殖民者就是日本女性交往的时候，其实他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压力，包括可能是来自他公司、来自台湾银行日本人的上司，他们就是会不断说，怎么可以跟日本女生在一起这样？对，然后所以读下来的时候是真的觉得蛮遗憾的这样。对。我就两篇作品按到夜流夜流哈，大家那度咧做得好好讨一下，因为你做得对照龙英宗嘅作品去做动到地方，做得看出一张脉络哈，而且都写得很深刻这样子。我咪知道讲，可能他就是日本迷，因为动到描写的咧动气嘛哈。该讲到咧讲面呢，你嘅作品而且哇，地图写的。无论讲咧建筑啦，也系讲客家的料理啦，都本面去到等于感觉，咁你自家系从小是动好写作系吗？对，就是我国小的时候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国小就决定呢？对，就是从有一篇《老人与海》的阅读心得，然后被召回的时候，就是在全校面前朗读。对，然后也得到了我们建校以来那个学校建校以来的第一个。语文竞赛的名次，然后国中的时候继续的头跟鞋，然后高中是进语文自由班，然后有小说、极短篇、散文全部都有得奖。哇！对，然后最后你嘿从小就会自由生，下周给自由生安内。对，就是从小就决定要一直往这件事情做。对。
嗰個一片施工簽訂經驗咯，我知道呢度有青島客家嘅家庭嘅現嘅嗰個青島人講客家嘅父母應該用嘅，客家嘅細佬應該用嘅，因為講傳統嘅客家家庭係上到用版型咯。其實我知道你鴉片吼寫到唔知係唔係你嘅家庭就安尼，寫到動情嘛。等一下倒上來吼，繼續同大家分享佢兩首嘅作品咯。歡迎向前聽要進到福氣來嚟節目當中，你今半日呢為大家分享嘅係2019年後生文學獎短篇小說得獎嘅作品，有受獎提名嘅，還有寫到同學嘅佳作哦。再次歡迎兩位，歡迎。家下呢講明有談到嘅作品啊，講從生嘅時係寫作自由班。哇，我還沒有寫作語文自由班呢一班。高中。哦，高中的時間，所以你是所謂的文組。對，沒錯。我起到啦，文組玩音就是比較浪漫一點，然後他看起來就是蠻像會念那種生物啊、醫學的那種。不過也還沒懂浪漫，現在開始更浪漫了，是不是？可能給偷拿莫斯蒂。家下唐公明講哦，你嘅呢一篇作品哦，我就非常有客家味，像你寫嘅日常嘅記錄，還有本人物嘅角色的。名案的西貢潛聽感應時光暫停的人，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故事的架構。好，這篇故事其實講一個傳統的客家的家庭，然後爸爸是代表傳統的客家人，然後姐姐是爸爸是一位師公，就是辦理大小法事的人，然後他有一個女兒跟一個弟弟。然後這個姐姐呢，其實是從小跟着父親耳濡目染，就想要做這一行，她有這個天賦。但是爸爸是傳統的，所以他不願意就是把這個東西交給姐姐。那弟弟就變成唯一的接班人，所以姐姐就覺得爸爸偏心。對，然後弟弟就覺得姐姐整天都在針對他，他們就一直吵架。然後有一天那個阿母就出來打圓場，就是勸和，就是罵他們。然後隔天是弟弟的生日。所以媽媽就找了姐姐一起去蛋糕店，要拿弟弟一直想要的那個生日蛋糕。好，下雨天，然後弟弟就在學校裡面玩一玩的時候，撿到一顆硬式的棒球，他一直很想要硬式的棒球。然後雨停了，只有姐姐來，弟弟就問：媽媽呢？然後姐姐才說，就是他剛，媽媽去蛋糕店裡面拿蛋糕，走出來的時候就車禍，而姐姐目睹了這一切。所以這就是片名《時間暫停人》的由來，就是阿爸的時間暫停了，阿母時間暫停了，姐姐的、弟弟的，甚至包括後來的繼母的，所有人的時間都被暫停了，因為這個車禍的關係。談起來有點傷心哦，就是有點傷心哦。對。不過我其實看到最尾，就是最後它是一個從卡點的東西得到一個出口，好像他們得到了一個和解。對，就是在那個當下，其實是不能夠被提及的，就是被提及了，不那麼傷心了，好像他們阿母就真的不在了。那後面的劇情是，在鬼門關那一天，他阿爸要去做那個儀式，然後姐姐跟弟弟就趁爸爸不在的時候，去把小時候被爸爸藏起來那個符咒的秘籍找出來，從那個大面床上面撬鎖找出來，然後姐姐就施法，然後兩個人就開了天眼。於是呢，他們後來就跑到那個廟前面去，這時候剛好在法事的關鍵的時刻，但是阿爸卻突然喘不過氣來，倒下去了。然後姐姐就把阿爸身上的那個金絲龍紋的將衣拿起來穿，然後踏起深色但堅毅的步伐，把這個法事進行下去。然後弟弟跟繼母就是幫阿爸在旁邊 CPR，然後在這個意識彌留、恍恍惚惚之際，這個阿爸就好像看到阿母曾經來過，就是在看着他們。然後姐姐跟弟弟呢，也因為剛剛前面施法開天眼的關係，所以也看到了阿母。那阿母知道了，說姐姐跟弟弟和好了，那阿爸就是下半輩子也有可以依靠的人，所以最後就是那個前面那顆棒球出現，就是化為一顆小圓點，然後
在天空中画下一个生机蓬勃的弧线，义无反顾的离开。所以就是还是一个美好，有一个希望。对，没错。其实地图探到哈，无论讲到客传统的西来的也係講父母我不知道光明你自己對客家傳統呢兩件事，你的解讀是什麼？在客家傳統裡面，可能父親這一輩的，可能就是比較堅毅的、比較傳統的，那可能比較沉默，可能不太擅長表達自己的情感。那其實在這一片裡面的阿爸這個角色也是像這樣子的。係呢。那你覺得客家女性呢？客家父母很勇扮演？我覺得客家女性比較隱忍，她們其實很堅強，就是默默的為我們付出很多很多。但是我覺得很可惜的是，在客家文化書寫裡面，其實有一點少了這一點東西。所以我在寫這篇的時候，我希望我是像宮崎駿一樣，可以帶給人家力量的，像納烏西卡、像千尋這樣的東西。所以我會把主角放在就是這個姐姐上面，她可以克服這些困境，然後走出一片自己的天空。你係你自己係客家人嘛？哈，你哋客家嘅環境地圖睇，你有咩嘅感觸？咁唔啲奕成，你自己從不同的族群的角度來看呢，你理解到的客家是怎麼樣？我理解到的客家，我個人認為是在整個台灣，就是大部分閩南族群為多的時候，其實客家人在台灣整個處境裡面，其實算是比較弱勢一點的這樣。那所以其實回到龍吟這種部分，其實他在很早的時候，就是像是葉石濤在談論龍吟中的時候，其實都會從就是龍吟中的客家情節出發這樣，因為龍吟中因為他長期的在這個閩南文化裡面，然後或者是在這個日本殖民，就是他可能是有一個雙重的壓迫底下。那他處在一個非常邊緣，然後他可能是沒有辦法講話，就是他沒有辦法自在的使用他的語言，然後來告訴別人他的想法是什麼這樣。那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這的確是大家需要就是注意，就是這種邊緣的處境這樣。對，就是族群要平等嘛？你覺得？對，當然一定是。跟你講到轉到自己的文化，回到自己的母語文化，不管是爸爸改過也還媽媽改過哦，就是說你們在書寫上有沒有特別想要用母語去做創作？我自己在閩南語使用上面其實也是比較弱一點哦，因為就是像我這種在都市生長的小孩，就是基本上閩南語可能只會聽，但是已經不會說也不會寫了這樣。對，然後第二個是我個人認為說，就是在整個文學史，不管是中國文學史或台灣文學史的發展上面，一直都會有一個文言一致的文言要不要一致的問題。這樣就是也就是說，就是當我們在說話，我們可能是說地方方言，可能是說客語，可能是說閩南語，可是但是我們的中文字，它可能沒有辦法表達出那個語音啊，就是所以可能就是像是台語，它可能就會發明羅馬字，來替代那個音調這樣。然後像我知道客語也是使用一些異體字，就是平常中文不會使用到的字這樣子。對，就是我們會造字，賦予這個字有我們的聲韻，這樣對，讓它能夠傳承下去。對，因為文史跟孫才意義就是要把這個文化，把這個語音保留下去，讓後世的人可以透過這樣能夠念出來。對。但是你可以嘗試看看，好，因為熟能生巧嘛，對不對？像這一次，有投這個，裡面也用一點，無論係日本味也係客家味，它的語音去做一個串聯，它其實創造出蠻有趣的這個聲韻。給共鳴呢，你自己係喺哪邊睇嘅？其實我覺得寫作這件事情，因為我從小就是寫作的，所以我的語法還是以就是中文的語法為主。但是我覺得就是客家諺語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其實包含了所有前人的智慧在裡面。那尤其是我們每個禮拜還有一節的那個鄉土語言課，真的覺得那節課是很寶貴的。就是要好好的在這堂課把我們以前有的東西找回來。那你從小在哪裡長大？我是原本是在頭份，
苗栗的头份，那其实算是比较热闹，客家人比较对。你讲西安腔？对对。狗牙哈卡少讲吗？现在因为小时候我阿公阿婆，然后爸爸妈妈，其实他们互相都会讲客家话，可是一看我们讲的时候，就会切换成国语。对，然后2年级的时候搬家到新竹香山，那其实旁边都变成闽南人，所以就没有机会再说客家话。那闽南话就变得也是只会听，但也不会讲。不过礼拜黑交动会机会，好让你可以再一次去琢磨自己的母语，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你相信变一种意念，换一种语言，你会发觉它里面藏着很多文化脉络。比如说，如果你要介绍给奕晨吃这个客家料理，来看看你这个书里面写，你会推荐吗？给？如果是一般的家庭，就是番茄炒蛋，是大家都知道的。可那讲到客家的料理，那第一个应该是姜丝炒大肠。哦。对，所以里面我也是很细腻的写了姜丝炒大肠的制作过程。那也是很谢谢我妈妈，就是教我怎么再做一次这个姜丝炒大肠。紧紧又让妈妈请意，对不对？对。而且我想发哥讲，原来炒该姜丝的时间还要过水3秒钟，过热水3秒钟去腥，是不是？对，没错。哎呀，又学到咧，所以呢，你读书的时间实在做得好多动作哦。等下到阵咧，同2位来写文字的工作者来谈几条，其实几条程度上的表达本大家。大家轉到福起來咧 ，Rita ở來參加今年嘅2屆裏邊呢，2屆都安慰寫作，安慰用文字表達你對嘅故事啦、情感嘛。該今年有乜嘅推薦嘅書？有什麼推薦的你們愛好的書，想要跟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分享？乜嘅書？奕晨先來分享好嗎？我想要跟大家推薦就是這個黃崇凱的《文藝春秋》，就是我個人認為他是這幾年來就是在書寫就這種歷史的題材相關的，就是寫得最傑出的一個小說家這樣子。然後他自己非常厲害的一點是在於說，他考察了非常非常多的歷史史料，然後他在怎麼樣重新運用這些歷史史料的時候，他其實玩出了很多新的東西這樣。然後尤其我個人覺得他最厲害的事情是，就是因為這本書他其實寫的是很多就是小說家，或者是像一些散文家，或者是一些文藝事件這樣。那他其實會根據不同的小說家，然後他會變換他的整個腔調，就是來去對應這個小說家，或是去對應那個時代這樣。所以我覺得這本小說非常非常好看，就請大家一定要看這樣。推薦本大家。應該發覺奕晨你好像蠻喜歡這樣的，從歷史的架構裡面抓出脈絡，然後再去做一個重新書寫，是從你禮拜得到書中的作品，就像你的這個葉流一樣。對，最主要是因為這幾年來就是台灣文學界就是慢慢的就是有一股就是非虛構寫作，就是在怎麼樣能夠將我們學術裡面的所學，就是怎麼樣把它轉換成就是不同的東西給讀者，就是我們不要再把我們自己關在學院裡面，就是我們收集到的史料啊，就是這些有趣的東西，其實都可以拿出來跟大家分享，寫成文章跟大家分享這樣子。對，這有點像重現的概念。對，比較像重現的概念。因為那一堂以心底來分享的時間，我覺得你是一個很理性的人哦，好去做很多的研究，然後把它堆積成很厚實的基底哦。從今日分享到咧，可能NEU 嘅觀眾朋友，你咪當好寫東西，談到理下文學界這個新的風潮哦，是不是跟現在年輕人他們對於以前所謂的文學或是以前的歷史，可能了解沒有那麼深入，所以再一次重現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更新鮮的東西。你知道沒？對，我個人也是覺得，就是像我自己裡面小說裡面其實有提到說，就是那個他們那時候用的那個牙刷有分，男生是用幾號，女生是用幾號，就是因為那個牙刷幾號是代表說它的可能齒刷是比較小的，而女生可能嘴巴比較小，所以它就是用比較小號的齒號這樣。然後那時候我在看到這些相關史料的時候，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有趣，就是你看我們現在人可以想象說，就是在以前的時候，牙刷竟然是有分
男生跟女生在使用这样。对，然后还有一些所以我的确是认为说，就是现在年轻人可能是对于过去的历史，就是其实已经很久了，就觉得很久，就是尤其现在这个整个物质生活其实变化的非常快，所以当我们在重新读到这些史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有趣，然后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对，也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啦。对。所以你下真紧系，男女下平权，现在男女是比较平权。以前连用个牙刷都需要被分类，可是有的女生如果真的嘴巴跟牙齿齿列它就是比较宽，怎么办呢？你还有那几个好奇，我觉得蛮有趣的提问哦。所以黑公之后 follow 你的作品就是这一类的风格，把历史架构重现这样子。我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有拿到就是文化部的青年创作补助这样，然后我的这个青年创作补助最主要就是要写就是过去台湾就是1900年到2000年之间所发生的故事这样，然后我会以每10年为一个断代，那所以就是我接下来要创作的东西最主要也都是以回顾历史为主这样。对，哇，非常期待。希望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来节目当中分享哦。实在真有实在写了哈。今年要完成吗？预计应该是会明年底完成这样。对。哇，我觉得非常有恒心毅力，记得写2年的时间写一新的作品哦，动坚持哦，动期待哦哈。该讲明一个在创作在书写的时间，来讲平常是非常推荐本大家买的书，推荐买的书本大家看。总共有3本书哦。第一本是这个徐恩修老师的《家在九琼林》。那这本书其实他讲的是一个顽皮的小男生去看家乡的故事，那讲的也是客家庄的故事。那其实这本书读起来是很轻松的，那也讲了很多客家故事，所以这个很好入门。那如果进阶的话，对，我会推荐这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小说。那其实它里面有非常多小说的基本的记忆还有架构，其实它是一个当做借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就是学习上面来说。那如果只能推荐一本，推荐这是现在正在出版社出的许荣哲老师的小说课之王。那其实我跟老师有一点渊源，就是他来我们竹中演讲的时候，我有坐在他第一排，然后在竹中竹影文艺奖上面，那也是他力排众议，把我作品放到首奖的位置去。那也是在那时候，我就是确定要以小说作为未来的志向。哇，所以其实你也恩师呢。对。2本书小说课之王听起来他说折磨读者的秘密听起来好像可以让大家比较可以窥见小说的世界到底要琢磨什么。对，其实它里面就是很清楚的讲说小说哪些架构、哪些技法、切割、旋转等等的，其实我讲的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有志要创作小说的人是。一定要看这本书所以2本书有点像是武功秘籍，有点像是工具书，你可以运用里面的一些元素去完成你的作品。因为我相信就是要先是一个作家，然后你才会懂到底作家在想什么。那许荣哲老师本来就是有得过18文学奖的作家，所以这本书就是非常的推荐。动推荐哦。对。所以刚好唐俩公民伫讲话，佢讲到用8年学习，用8年来写，用8年教学生我想因为你自己本身系性上没教安导的俩小朋友来写作你真的很有那种为人师表，想要教小孩教台干用8年来创作。今年的准备呢，就是有孩子的作品，对，可以念给大家听，对不对？我先讲一下，就是我这个脉络。对，就是我现在4年级老师，但是每天早上8点我有额外1堂课，跟学校执法要求的，就是4到6年级的学生，统一的当场写作，然后从中选有天赋的小孩子，然后进来我的班，然后来练习写文章，然后我们得了几乎苗栗所有的。几乎都得了啦，哇！对，掌声鼓励。比如说梦花文学奖啦，然后全县的语文竞赛、文世人，然后全国的出差、国语日报的全国的优选，然后联合杯全国的优选，几乎都得了。对。那其实，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是要相信孩子，给他们创作的空间跟时间。哇！你用心良苦，你自己跟学校要求争取来的时间。对。然后。4到6年级很乖，就是每天早上第1堂早自习的时间，对，早自修的时间，对，就是来我班上，然后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哇，用心良苦哦，这是一个抛砖引玉，然后培养种子，
啊，是海村安永英。对，该基本英语特别带来是你精挑细选的孩子的作品，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小学生是可以做到这个地步的啦。对，就是题目是我的心愿，那我的心愿是永远记住那片海，那片海有过我的足迹，有过奶奶与我最美的回忆。夕阳落下，我的笑容也落进奶奶的眼底。无愿是一阵风飞进奶奶温暖的心中，无愿是一颗泡沫漂浮在奶奶慈祥的心海。奶奶的笑容是我最宝贵的秘密。但如今奶奶过世了，我的心仿佛插进了一把刀子，冰冷的泪珠落在漆黑的夜里，仿佛生命的烛火也慢慢暗淡。我是被淹没在大海的一颗泡沫，再看不见奶奶慈祥的面孔。我是被忧伤席卷的暴风，迷失在冬季深夜的海面。我心愿是永远记住那片海。动感图，写到动喉，写得很好。对，汤磊他是国小4年级吗？4年级的学生，他跟我大概1年半了。对，就是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让孩子写出他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他们、感动他们，让他们写出更多的这样的东西。嘿，那刚才唐那篇文章，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见得会直接讲出爱的想法，没办法很直接的表露，每个人个性不一样，都有压抑的地方。如果透过写作，像这个孩子，他那个利刃插进他的心中，可是他透过书写得到一个出口，对，那个伤就比较被抚平了，甚至被看见。那也许因为被看见，就得到了安慰。没错。好，而且我们准备2位都有新的计划，对不对？刚刚奕晨说，你要花2年的时间，写一个这个会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的有历史架构的作品。该爱弟讲共鸣也是有长篇的小说，已经酝酿的差不多了。对，长篇小说是已经完成了，那就是找出版社洽谈，那准备要出版。哇，对，书名是《告别宁静》。对，就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来。哇，非常非常恭喜2位，看到2位在这个写作的热情，非常的感动。而且刚才透过节目当中，记得会分享，大家就会感受到写作大本机带来快乐。大本机带来动丰富嘅生命哦！再一次恭喜2位得奖，也期待2位新嘅作品哦！希望你到今日來節目當中，也非常感謝所有朋友今日來收看節目，係講以後創作、寫作、寫文字、寫音樂、跳舞、畫圖等等，透過安永英本人嘅生命得到一隻新嘅力量、新嘅出向，我知道了非常好，也非常祝福大家。也希望今日嘅節目帶俾大家聽到嘅咧收穫，有好書推薦俾大家看。希望大家今日嚟收看，等下邀請大家聽聽先生來做認同了，希望大家